这个画面可能有真侪人认为讲比钓大奖更加抢着，这是台东太麻里金针山今年四季拢有无同的花季。即马绣球花开花当着时，花场里拢总有长1500公尺的步道，拢是五花杂色的绣球花。民众来到这个所在，哪亲像伫咧人间仙境。业者讲今年山区雨落较少，温度较低，啊那土质较偏酸性，绣球花才会小可叫啊色。花期为现主时到7月中，民众若是要赏花，就要把握好时机。路的双边边啊，绣球花开甲满满时，真侪人来遮翕相铺上网，结一个上水的姿势，徛伫咧花丛内底，来做这个暗美的女主角，来感受迄落人甲花拢水当当的感觉。台东的金针山绣球花开始开啊，绣球花嘛有人甲号做八仙花，也是紫阳花，有叫啊色的、黄色的，看到大斑搁出叫。伫遮散步，感觉有够罗曼蒂久的。很漂亮，哇，满山的绣球花，很漂亮。若讲到绣球花，有真侪人会去想到阳明山的竹仔湖，不过台东金针山这个绣球花嘛袂输遐哦。这搭农场伫咧海拔1500公尺的山顶，种挖买有几十种的绣球花，拢总有600-700丛。北部的高家绣球花园这样，然后想不到就是离我们高雄比较近，就是台东这边。那我觉得来这边还蛮值得的。今年台东金针山的这个雨水较少，气温较低，有时佫会大蒙，安尼吼开出来绣球花看到是安尼水当当，特别水。另外绣球花嘛因为土质的无共，开出来花蕊嘛无共色水，亲像金针山的土质就偏酸性，开出来绣球花就是这款浅橘仔色的。今年因为气候的配合啦，所以今年的花况其实比往年开得更盛。今年其实来赏花客人应该都可以拍到还不错的相片。台东金针山的绣球花，伊的花期估计会到7月中，啊若刷落来7月到9月，阁有金针花要开啊。民众到时都要把握时机，通来遮游山看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